2025年3月15號，沙田日馬，我哋繼續講第6至第10場。第6場4班草地1004米，咁3號開心5月。講呢隻馬之前，我哋睇片先。呢場場次470，開心5月跑第2嘅。仁愛堂杯，第2係12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精益大師相當快閘啊，埋邊仲有隻開心5月啊，第3位外邊係陽光寶貝啦，第4位藍衫啊8000財星啊，內欄第5位啦，就係粉紅衫啊幸運芙蓉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有少少搶後中檔啊考眼光啦，出邊歡樂飛區啦，咁啊內欄有精算特殊啊，咁啊在馬林中間呢，仲有標誌星河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分別有同德威啦、星運少將、威力非凡啊，後邊2匹球王同埋黃衫就係密密送嚟㗎。好啦，開始轉呢個香港體育園灣啊，精益大師就放頭啦。陽光寶貝外邊第2啊，第3位噶嘛就開心5月啦，中間第4歡樂飛區，內欄第5粉紅衫幸運芙蓉，出邊第6有考眼光啊，中間第7位呢就8000財星啊，內欄63黃帽精算特殊啊，後邊嗰6匹馬標誌星河威力非凡啊，尾4係星運少將啊，後邊3匹馬分別係同德威白衫嘅球王啦，黃衫響外邊呢係密密送嚟噶。好啦，咁轉彎入直路啦，精益大師係佔先嘅，陽光寶貝開始追近啦，入邊有藍衫嘅開心5月啊，粉紅衫幸運芙蓉響入邊究竟攞出定攞入好呢？咁啊再見到外邊標誌星河追啦，中間位置仲有隻8000財星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噶嘛，仲係精益大師喎，中間幸運芙蓉追緊啊，埋邊呢仲有隻開心5月啊，出邊係標誌星河啊，最後100米咁啊幸運芙蓉轉嚟轉去啲腳呢，都一路壓住入邊嗰隻開心5月啊，第3名噶嘛精益大師，第4名係8000財星啊。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004米排1檔，其實係田泰安啊。前段前面位置跑嘅沿道貼欄跟跑咁啊有遮擋走啊。呢入400米左右，隻馬呢係中檔望空發力衝刺，咁啊隻馬呢一直有走勢嘅，攞個第2翻嚟只係輸些少嘅啫。今場跑草地1004米排1檔，嗌少禮啊，咁啊騎呢隻馬啦。騎師正常發揮呢，今場呢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嘅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係7號超風速、10號官萬物、12號黑白。咁我哋講緊第7場2班草地1006米，今日講6號遨遊武士，我哋睇片先。呢場場次434，遨遊武士跑第4。準備，第2係7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埋邊位置95尺套啊，遨遊武士喺外邊啊拍住佢啊，埋邊第3木火兄弟，出邊呢仲有飛輪步啊，中間華理智啊，外邊啊浪漫戰神亦都走上啲啦，紅衫藍帽出邊呢仲有發財先鋒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大約跟住個700位度啦，灰色衫就係呢隻進跑得啊，響外邊橙衫就陽光勇士啊，後邊5隻啦，競速威龍還笑響尾4啊，尾3就中華盛景啊，後邊2匹馬白衫啊常拼常用，紅黑直間衫縮咗喺後邊嚟跑喎，係嗰隻米奇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遨遊武士就放咗出嚟跑嘅，跟住響第2位飛輪步啊，第3位㗎嘛，外邊呢發財先鋒走上去喎，中間第4係華理智啊，內欄第5呢仲有浪漫戰神啦，第6位灰色衫粉紅帽係進跑得啊，再埋邊有95尺度啦，橙衫呢就陽光勇士啦，後啲㗎嘛木火兄弟啦，尾5中檔呢粉紅眼罩競速威龍響外邊啊還笑啊，後邊3隻白衫啊常拼常用，內欄呢就中華盛景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米奇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遨遊武士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發財先鋒就開始中檔追，外邊上㗎嘛，仲有呢隻華理智啊，出邊呢就係呢隻進跑得啊，咁啊緊隨其後㗎嘛，仲有陽光勇士啦，外邊位置仲有還笑啦，最出係競速威龍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㗎嘛係進跑得啊，埋邊呢遨遊武士仲有喎，中間陽光勇士同埋還笑，咁啊外邊衝上嚟㗎嘛，仲有隻競速威龍，最後100米到還笑佔先，外邊逐步蠶食上嚟嘅競速威龍，2匹馬相當接近，睇第一眼個勢，還笑似。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006米排7檔，騎師係梁家俊啊，前段放頭位置跑嘅，沿道貼住欄快放咁啊望空走啊，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咧貼欄望空發力衝刺，之後一直衝啦，隻馬咧一直都冇散啦，其實呢隻馬咧個韌力好十足噶，最後隻馬攞第4，對住啲咁勁嘅對手咧都保住一席。咁啊，今場跑草地1006米排8檔，梁家俊繼續騎呢隻馬啦。咁啊，排8檔呢隻馬放頭跑噶啦，一定。咁啊，正常發揮咧，呢隻馬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噶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係1號筋斗雲、3號中華盛景、5號華理智。咁我哋講第8場3班草地1002米，今日講6號真強，我哋睇片先。呢場場次230，真強係跑第6嘅。起步，
好，你一開閘有型人搶住出嚟啊，咁啊快嘅，中間位置有成好運啦，駿馬為5啦，津翼快車都快啊，外邊紅衫嗰匹係竹園啊，咁啊最出仲有喬峰啊，咁啊馬林中間呢，紅黃衫嗰隻係遙遙領先嚟㗎，內欄鐵金剛啦，大浪淘田響中檔啊，後邊5隻啦，風雲武士啦，劍無情啦，尾三位置係時時精準啊，黃衫尾二係增強啊，暫時電流係進財嚟㗎，咁啊過咗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放咗出嚟嘅馬就有型人就走中間嘅，埋邊過咗佢呢，就駿馬為5啊，續完已經埋到嚟第3啦，第4位內欄有俊翼快車啊，喬峰啊第5啦，第6遙遙領先啦，第7粉紅衫啊成好運啦，內欄有鐵金剛，出邊呢就風雲武士啊，尾5大浪淘田，尾4黃衫呢就增強啊，後邊3隻時時精準啦，進財啦，褪咗落去包尾呢係嗰匹劍無情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咯，前面駿馬為5佔先嘅，有型人開始慢慢推進㗎啦，中間呢就係呢隻竹園啊，再見到馬林中間俊翼快車穩位啦，入邊啊鐵金剛啊，最出嗰邊有大浪淘田同埋增強都追緊上嚟，最後200米到啦，竹園就已經係透出啦，遙遙領先追緊，再喺入邊位置有鐵金剛啊，中檔俊翼快車，出邊呢仲有大浪淘田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竹園就拋離群區打搭野馬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外邊遙遙領先，入邊鐵金剛跑第4名係俊翼快車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。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004米排11檔，其實係潘頓啊。前段後面位置跑啦，沿途2-3疊跟跑，咁啊有遮擋走啊。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咧抽出大外檔望空發力衝刺，之後一直衝啊，最後隻馬攞第6。見到隻馬其實有一定質素啊。咁啊，今場跑草地1002米啦，縮程，咁啊排10檔。換上艾杜拿，其實呢隻馬因為潘頓受傷啦，咁啊正常發揮呢隻馬咧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噶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係3號營造組裝、4號健康快車、8號中環精英。咁我哋講緊第9場3班草地1004米，咁啊講講5號至尊高超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454，至尊高超啊跑第1嘅。暫時係8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嘅馬呢，有外邊位置馬路啊，中間暴風之子啦、鬥志波啦、至尊高超淺綠色衫第4位，第5位外邊金區永騰，埋邊淺藍衫樂勝天下，中間進佔第7黃衫嘅勁先生，後邊嘅馬啦，內欄大約跟住個第8度啦，藍衫藍眼罩標誌宇宙啊，中檔位置春風萬里，後邊嗰5匹啦，咁啊有呢隻陸續晴朗啦，橙衫尾4穿甲戰鷹啊，後邊3匹馬風雲武士定數啊，暫時殿後係耀昌盛世嚟㗎。好啦，睇翻前面嘅馬啦，咁啊放咗出嚟嘅馬呢係鬥志波啊，跟住喺第2位係馬路啊，至尊高超已經咬住第3啦，內欄第4係樂勝天下，第5位啦，橙色眼罩暴風之子啦，內欄藍衫藍眼罩有標誌宇宙，中間黃衫勁先生，出邊金區永騰啊，後啲嘅馬等中檔位置棗紅衫呢有春風萬里，埋邊橙衫內欄嗰邊啊，咁啊有穿甲戰鷹啊，風雲武士掟出去外邊黑衫係定數嚟㗎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馬路佔先嘅至尊高超已經響中檔伏住㗎啦，響埋邊有鬥志波攞出嚟，中間上有樂勝天下，攝內欄喎，穿甲戰鷹啊，再見到外邊呢就有勁先生啊，標誌宇宙嗰啲馬，最後200米到至尊高超就走甩咗個零身米，內欄穿甲戰鷹追緊啊，外邊位置仲有樂勝天下，最出係風雲武士，接近終點啦，至尊高超贏出呢場賽事，穿甲戰鷹第2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004米排5檔，其實係艾杜拿。前段呢就前面位置跑沿途2疊跟跑有遮擋走啊，一入400米左右隻馬呢喺中檔望空發力衝刺，咁啊喺300米左右都仲係撳住嘅，但之後一比就衝過啦，咁啊隻馬攞第1，輕鬆贏出賽事啊，大把在手。今場跑草地1004米排2檔，咁啊艾杜拿繼續騎呢隻馬啦，呢隻馬呢就一定唔止3班噶啦，而且仲係得3歲，大把進步空間啦。今場排2檔，正常發揮呢隻馬都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噶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係2號太易穩、4號馬魯、12號勇冠群英。咁我哋講講尾場第10場3班草地1004米，今日講講3號康樂高球。我哋睇睇片先，呢場場次416康樂高球係跑第2嘅。係4準備。黃旗舉，好！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朗日自強應聲彈出啊，響外邊位置仲有熾烈神區都跟前啲喎。咁啊中間啦，咁啊有呢隻正氣清佢外邊康樂高球啊，
最出海船星搶埋上去啊！大約跟住個內欄6、7位到啦，就自力更生，中間呢就進傲星啊，後邊一搭啦，粉紅衫大約尾唔到啦，有龍之光啊，出邊啊展雄威啦，尾3位置應用快車紫色衫嘅內欄尾至紅帽自滿同行啊，3次殿後係廚神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熾烈神區嘅放頭啊，咁啊海船星呢就跟住個第2位啊，正氣清區第3埋邊第4呢，仲有朗日自強啊，咁啊中間第5位大白鼻梁紅衫紅帽就係呢隻康樂高球啊，響入邊有自力更生啊，響外邊紫色衫係英勇快車啊，再喺入邊呢博位紅帽嗰隻呢就自滿同行，後啲先有展雄威嗰啲嘛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埋邊數出嚟，熾烈神區海船星正氣清區3人馬鬥緊嘅時候，出邊上嚟噶嘛，仲有隻英勇快車啊，後多層呢先到中間位置，仲有康樂高球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埋邊係熾烈神區，中間正氣清區，出邊英勇快車相當接近終點嘅時候啊，正氣清區贏出呢場賽事第2名，外邊康樂高球衝咗上嚟。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200米排3檔，騎師係班德禮啊。前段中間位置跑嘅，沿途一直跟跑咁啊有遮擋走啊。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咧抽出外檔望空發力衝刺，但係俾其他馬阻住啊。之後最後150米咧先望空，咁啊一直衝刺強勁，隻馬後發先至都攞個第2翻嚟啊。見到隻馬 keep 住進步啊，今場跑草地1400米排3檔。班德禮繼續騎呢隻馬，咁啊今場排3檔，呢隻馬咧機動性強咧，居前後上都跑得，咁啊正常發揮咧，呢隻馬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噶。另外3匹心水馬咧就係1號信心星、3號同樣美麗、7號首飾天空。咁今集咧分析就到此為止啦，我哋下集見。如果大家中意，可以俾個 like 同埋訂閱呢個頻道作為支持。